另外，这件意外来看到，昨日晚8点，一只大正货车载满这个沙石要去工地，经过产业道路时，因为路伤过下，引起到正边后链规塞入去水沟啊，规台车煞掉入咧产业道路袂顶袂当。另外，这是台中大道南势公路，一个细数的查甫驶大正货车违规弄入去内底，落街时一个无细离雪冰车，汽车的汽油流到规个路的，无清好清气，嘛害5个桥倒摆的人倒车累惨。救护车接到报案，随着赶来现场，摔车的18岁查甫囡仔身躯有真侪所在挫伤，互人扛起咧担架顶，赶紧送病院。同一个路段连续发生摔车的意外，一个查某技师大腿拢是伤。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咧台中大道有名的南势公路，造成摔车主要原因就是涂骹这片油。事故的现场，搭仔甲顶悬上深的即地，就是即台大货车伫咧13号早起违规驶入去南势的公路，结果伫咧落街过弯的时阵无注意来并车，车道内底沙石仔拢落到规涂骹，油箱嘛弄破去，汽油当场就流伫路面，封路4点钟来清理，无想到油无洗清气，连续2天至少造成5个人摔车来受伤。疑似转弯不慎失控翻覆。警方表示，南势公路除了公车以外，禁止大货车来行。33岁姓苏的司机会互人来罚上重18块，搁爱面对技术的赔偿，镜头来甲新社。14号早起伫8点，一只大货车载着沙石要去工地，经过产业道路的时阵，因为路面较狭小，造成正后链落落去边仔的沟仔，规台车控卡翘袂顶袂当。好佳在是无人受伤，最后是请吊车来拖掉，才将交通来恢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